是我唔对，我甲你回失礼啊。没人会倒，后来个单调，自古回失礼就无代志。我就是看你心情无好足久啊，所以就想讲你的刀若是卖出去，你会足欢喜的。干袂当互我家己安排一件代志，互我的刀拢卖袂掉，一件拢卖袂掉。你敢若知影啥呢？啊，我一本册吼，才卖300块呢。迄300万，刚买。再讲。你哪有这张相片啊？这皮包唔知偌几个去啊，啊，不过上面一直拢有伫的。陆先哥叫我对去学来设计，天气袂歹啊。我要搬出去住，一个人。我无顾一切爱阿成，阿成无顾一切爱米辉。礼拜日暗时8点，婚姻变特色之公司台语台。